点不适合我。怎么会？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。晚上和我一起去参加宴会吧，带你认识几个朋友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有你这么可爱的女朋友，怎么能不快点带出门呢？过几天去切发吧，你的头发再长一点，会更好看。司机马上就到。妈，你怎么？上车。去哪里了？连岗。又是连岗。你好，我是……不用装模作样了，没必要做什么自我介绍，反正你也没机会再见到我了。你不能礼貌一点吗？这样会吓到雨熙的。哦，你还知道做人要体面，自作主张离开医院10几天，所有人都在找你，带着这个女人四处花钱，让你很有面子吧？我明天就回去工作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环涛小的时候，我给他买过非常多的玩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不管是什么新鲜的东西，只需要3天，他就玩腻了。你确实比很多玩具要精致一点，但是归根结底，你也就是那个赵……够了，就在这里下车。怎么玩都随你，别怀孕就行了。我可不想把这种整容基因传给下一代。